姚安林美燕表示，关怀不但会用个救人，更加会用个促进家己的新陈代谢，帮助健康。最近因为暑假就要来临，血库欠血情形哪来哪严重，因此姚安林美燕佮着服务处发言人叶汉勋以及姚安林里厅的服务处，嘛号召真侪爱心企业共同响应来举办关怀活动。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南门宫我们义慈南门宫于我们主委带领之下他也发起了这个捐血的活动，在我们即将就是暑假来临的过程中他就是这样子的就发起这个捐血活动啦。那当然捐血活动真的一再的感谢我们这些捐血人长期然后就是在个里面默默在付出，然后捐血在救人一命。欠血欠血咱办这活动也是有意义鼓励大家会当出来捐血安尼救大家救欠血人安尼。如同易作所讲，现在开始放暑假了。那暑假期间呢，因为没办法去学校办捐血活动，所以学员就会先扫3层这个时候就急需其他的公司团体公家机关等等来帮忙补足。所以以今天早上的库存O 型最低只有4.9天，我们一般安全库存是7天。对所以捐血什么血型都行只要愿意出来捐那欢迎17到65岁的民众，就是当天带身份证，然后吃饱睡饱来参与这一场捐血活动。这场关怀活动由湾里玉智南门宫来主办，2月2号上午将伫湾里的万年灯广场来举行。庙方除了关心白米，另外还有赞助企业慈生牛肉汤以及营造甲着工程公司来捐赠电影票、牛肉汤甲着烤鸡等，欢迎民众踊跃来响应关怀的活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